好像后面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啊！不是的，我还是归路妖精。这三个尾音都说好听了，哎呀，表弟，我是谁？原来会是我的表兄，你跳路个多小看我，我也跟我人也摸不着我。你刚才是你在教我啊？还不是我从三级么觉得这光眼睛觉得忙条路的，你教我做什么啊？叫我做俺姑妈家讲呢，上京赶考去，我要当家人阿伯屋里投亲去。对呀，还跟你像山里山，外里外，一山又一山，还个高山上面坡强到来耶，还强到来哟！托个人我危险，我等两人做亏嘛，是的耶。你陪我一同走，哎，我等陪去啊！你来看，干嘛？比赛来了，任我启动啊！上娘中了，这个娘样样给个，只有看么娘三看么个五个样样给个。表弟哎，你小忙我呢衣衫不净，我呢本山里陪了，我自己我挑走，我各种个样位置呢，我不可能等做亏当家人阿伯屋里去个，你放心好了，有道理。哎，深山冷傲强盗太多，多一个人多一副呆子。好，表兄啊，你送我小山过后，你再回去吧。好用，那好，去吧。哎，来，两个人高高小小的做的哎，还都学好了，我的表弟哎，家人阿伯来屋里有你定亲的，老师也没调着，我等讲小姐叫干名字小姐。小姐叫王美容啊，小姐叫王美容，还咱家不呢？王乃名叫王美容，他们家人做媒，有干个么子做品证。当今皇上做媒，政治三为品啊！哦，皇帝做媒哦，你问长问短，问的这么仔细，与你什么相关呀？我碰魔戒不提醒哎，还追吧？我没用，王中之山，哇，这三数下一吧，三数下一吧，好啊，三数装个圈圈，表兄，你干嘛？这3岁。冰冷吃过不能喝的呀！跟人了，读书了，那不读无用了，还干么个3岁不吃吃啊？还3岁偷袭灭的个，还吃得起吗？条路不结果屁青哎！我3岁都没吃吃我啊喏，好喝吗？啊，这味道老好个，小兄啊。这里好喝啊！你叫装来吃吃呢，还掉了吧？小眼么光亮哎！这3岁，这个是别亲的呀！哎，让我来试一试吧。表兄，这下面是3叶下面呀。那，那我等别的呢？不用哦。还掉落眼水清爽。啊，对，小口掉落眼啊，小心啊！还掉落眼，外面下面都是山下面，滚下去心里面高点。水清爽，掉落眼水清爽，我去死啊！懂我做对哟个，你小管我，要管我，管我自己娘，赶紧叫我娘太小气个。亲戚小气哎，小气了最后呢，人都没得做了。反正种子包赛在那个小家王美容，咱人阿伯名叫王红，嘿嘿，我去哦。